咦？呢條粟米神神秘秘又做緊戲，佢到底收埋啲咩嘢呢？咪就係我 KB 咯。咁究竟我哋今日玩啲乜？你知唔知啊？一睇呢4條咁豪嘅擂台專用廁紙，就知道係玩緊叔叔唔該彈開啦！而家我哋就嚟介紹呢場賽事嗰兩隊參賽隊伍啊！右邊嘅有香港女子 Rugby 女子精英隊啊，咁啊左邊就有呢個灣仔大隻街坊保定會啊！第一個回合，叔叔唔該彈開，準備開始，快！第二個回合，叔叔唔該彈開，即將開始，撞！第二個回合就係女子 Rugby 精英隊勝過呢場賽事。你兩個隻手臂啊粗過我條腰，冇理由咁犀利噶喎！玩咗成日，係咪覺得呢個吹氣叔叔泡泡好過癮呢？而家買滿25蚊縮一燒，即刻送你叔叔泡泡，快啲去超市換啦！